是安怎？有代志无？啊，有想啊，甲因遐共做兵的啊，拢互抓去关禁闭啊。啊，伊是个真好大胆，伊若敢怪阮孙哦，我就来甲伊拼。阿嬷，兵营对伊处罚已经真轻啊啦，啊，若搁伊甲人用吼，凡说有成，伊会搁我凄惨嘞。你是咧胡白讲啥？恁爸仔囝拢伤软食啦，互食过啦。阿嬷若来去教育，伊毋敢对我啥款啦。互伊去关啊。英准，卡啥？有成今日会行到即款地步吼，就是你平常时伤爱挺性啊。哎，英俊啊，你对我讲话哪会用讲安尼呢？你无想讲你是做人的囝，袂用乌白应话咧。也无你嘛想讲你是做人的老爸，就爱疼惜家己的后生啊。啊，若即个后生哦，我无材料教啦，规山的兵营互管教啦。英准，怪我家己做歹样啦。过去伫咧外面交查某，爱跋筊，少年的时阵轰动过头啊啦，今日才会出到即款的后生。我只有怨叹我家己啦，有过当怨叹啥物啦？英准，有成即摆互教乖者，后摆伊就毋敢啦。过去的代志，莫阁讲啊。阿爸，咱弟有想走庄甲安尼，会用一啦。过去的代志，你着莫放在心肝底，吼。有一年仔大汉啊，佫会甲因爸讲迄种话。安尼真好啊！啊，第二个了是非吼，毋才知影讲大个会晓想，安尼你也无料着啊啦。毋是做生意啊，啥物了着趁着。哎哟，人看你会笑话啦。我虽然毋知影讲亲情义理不必咧做生意。大姐啊，你是对我足好呢。我厝内不管有啥物大细项代志，拢看顾甲着。亲姊妹就无一定安尼。我即个人吼是无遐尔啊功夫啦，啊，算毋知影讲吼，阮太传啊叫我来看你的啦。太传？是啊，啊本来讲要带我去医生看，看我即个巴肚吼，啊，佫会生袂啦。啊，一听讲吼，你有代志咧操烦吼，啊，就随叫我紧来甲你看呢。啊，医生安怎讲？啊，都还袂去看呢，是要安怎讲啦？我煞无想啦吼，我这头壳毋知咧想啥。啊，那你这个头壳吼，就是吼想计较操烦呐。阿姑，你厝有代志哦？好消息啦，替你找到头路啊！我无兴趣，多谢。等，啊你无前问看我替你找到啥头路，我咧落去走。你既然有心要甲阮阿爸斗相共，你一定是要叫伊上班人袂出。若真这我毋敢叫你来啦，我嘛无想要看你一个面拗嘟嘟啊。我决定听你较够啦，准备出钱互你开餐厅啦。阿姑，你真是要出去我开餐厅？说你哦，阿姑一个尔咧，吼。咱也卖就卖，吼。咱若买规支抢较大间的，上无买100-200平以上，不管设备啦、装潢啦，逐项袂使输人的。到时呢，请你做总经理，吼。真是的。是啊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店名呢，爱合作阿霞餐厅啦，意思就是叫恁老母来做总铺师啦。啊，恁若有法度开分店呢，到时本店才甲开机2字，敢若妈祖经的，互伊台湾头、台湾尾，满是啊。阿姑，这无问题啦。无面地，无面地是你无面地哦。恁老母毋知欠无？先转去问恁母啊。阿姑，你若我家己起来讲，我，较有影啊！我当处长呢，
我请你做总经理，请假的，这个代志爱我去问。我知啦，阿姑，你无咧去阮阿母啊对无？迄怨气啦。咱若讲到餐厅哦，我自少年家己就想要开餐厅啦。迄是恁外公无要甲手艺放互我啊，啊，不过老早就是总统府里做总铺师啊。阿姑，你臭大拢毋免纳税金呢？臭大哪纳税金送甲臭大？好啦好啦，你问伊母啊。好，阿姑多谢。阿母，阿母，阿姑讲要甲咱开餐厅呢。泰全要开餐厅？嘿啊。阿姑讲哦，只要你肯做总铺，伊就要开一间做大间的餐厅，无好。真是咯。阿母，咱免搁对小间店重新拍起啊！这对咱来讲是个真好机会哦。你莫咧妄想啦！无互我借问的啦，你骗啥物货？哈？啊骗啥物？泰全甲我摕一笔钱咧，互你做头家啊？是真实的啦，阿姑伊毋是咧滚耍笑啦。佮总做真实的啦。你莫看我轻无？你无听古早人来讲？压低头的啦，目油顶倒一个有出脱啦。阿爸，即摆什么时代啊？你哪过这款观念啦？我安尼讲是倒咧唔对啦，哈？哦，准讲互你开餐厅做头家啦。啊，人客若来，你个爱对人客安尼刺笑目笑，爱甲点头，啊，捧菜用好歌，这有啥物前途啊？做生意本来就是爱讲好嘴啊，要无你想讲伫咧社厂咧做关工哦，专门夹面酒互看。无啊，你即摆咧讲啥？啊？你讲啥？英俊。尤其甲对这道有兴趣，你都莫咧处处甲伊度，回去试看莫咧敢袂用哩。啊，伊若是要甲人客忝头捧菜，规气个对我来去走得较赢，才免母也有诶无诶。你讲安尼，毋着去切着泰全的意思。英俊，泰全甲要甲咱幼稚也斗3工，表示讲伊无计较过去的代志。假使咱若是甲伊回绝，安尼敢若是咱无爱甲伊相交叉的意思呢？啊，无相交叉哪要紧啊？我当初是拜托泰全甲咱幼稚引头路的，嘿，爱啥讲要摕钱要互咱幼稚开餐厅？哦，这个泰全啊吼，明明就是要使人边仔冤家啦。阿爸，人阿姑是讲带你们以前外公对伊的温情，啊，毋得要甲我斗3工开这间餐厅啊。伊免伫遐过好衰啦，啊，伊若少念恁外公吼，规气身子歹插转去别安尼毋着好啊。英俊啊，你话伊敢一定拢爱讲安尼哦？幼稚啊！我是足毋望你的啦，啊，想袂到你，互我上失望的。咱安尼讲起来，我好好心互雷晶的。啊，你若有真是好心哦，你就不应该赞声赞达啦，要互阮幼稚开餐厅啦。拜托的。啊，你毋是叫我讲甲囡仔斗3工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甲阮幼稚引看咧坐办公桌啊，食好做轻巧，看咸看趁大钱的无啦。你想讲伊甲你共款哦？7少年8少年，就一个老爸死死安尼放伫我赌公仔使互费类哦。唔爱，啊你即摆无咧笑啊？啊，无要赌生意，就食好，搁轻巧，搁有人趁大钱的啦。无啊，太悬啦！啊你莫要人阮边仔冤家，啊煞咧搁要看吼，我无钱，我老细做头家就对啦。啊你莫出办吼，要看衰。哦，你是真烦的你！伊需要我斗3工的时，就叫阮某来甲我好嘴。啊，即摆人一个袂爽，就牵拖乌鸦遮来哦。迄么插恁厝的代志安尼，有影插落会衰啦。莫插就莫插啦，我来无稀罕啦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英俊。啊，英俊啊，啊，你是毋是去找泰全？对啦，若讲啊，这个太悬啊吼，比屁搁加好心，我讲2句话，会知是安怎？啊，人泰全敢真是安尼食饱伤闲，爱看恁爸仔囝冤家哦。英俊，你无带念讲，伊甲咱幼稚斗3工的情不要紧哦，我你嘛会记讲，我对不起泰全因翁仔某啊。啊好啦好啦好啦，啊算我找太悬冤家是我毋对，安尼无好啊。
食啦。幼稚，幼稚，你哪走来遮啦？阿母，我想要来台北，去台北？你是要台北创啥？来食头路。食头路，敢嘛要走较远去？有一间真大间的船公司，一直要叫我去。我想讲餐厅既然都开袂成啊，过去找一个靠前途的头路，这机会袂歹。哎呀，爸咧讲，白饭厝的头路，敢无好哟？伊拢甲看目睭前尔啦，但好赚的生意敢有3年好光景哟？时机若一歹，我毋知我对咧改道。人想你伫啊，我早就想要走，我踮厝，啥物都拢爱听伊的，唔听伊的，我阁惊你操烦。像安尼，我明仔做有啥物好头路？就是安尼，你才想要走远吼？阿母，查甫囡仔事业第一要紧，我要走的头路是经过考虑的，绝对毋是意气用事。你免骗我，幼稚啊！你若真是想爱开餐厅，咱就用参详啊！阿母，餐厅是一项真前途的头路，无毋对。也毋过我想要开餐厅，上界大原因是为了你。阿母，你是同村上界好的总铺，你的成就毋止甲安尼尔。阮外公的心愿，你敢无想要替伊完成？无人会比你较了解鼎菜，无人会比你较会煮食。我的前途，我家己会拍算，也毋过毋管我做啥，我拢希望讲你毋通放弃你家己。你一定爱开店，开一间上好、上大间的店。你目睭金金哪毋困啊？我咧想幼稚啦，走遐尼远，实在足袂放心。唉，当幼稚啊，自读册就伫咧外面啦。真哪有啥物通袂放心的？读册甲食头路哪有共款啊？而且台北歹人遐尼济，咱幼稚也阁遐尼故意，若是互拐拐去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大汉的故意，你是惊伊讲伊互拐去；老二的搞怪，你是搁惊伊死结咧遮代志。无规气，遐囡仔叫转来，绑在咱身躯边，安尼无好啊。做老母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囡仔走啊倒，心肝拢嘛对甲倒。伫咧外面，你是袂放心的啦。若伫咧厝的，因阁毋听我的话啦。你是要叫我这做安怎做，这才会欢喜啊？你做你困啦。莫遮高想啦，困啦困啦。好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
有志，这在。不，你买到遮济，我哪食会完啊？啊，车底无底尾啊。在啊，在。母啊，我已经讲啊大包细包啊，你早等下。这真在。母，免啦，我家己有啦。我到遐了后，我会敲电话转。有志啊，你头路落去看透洞才通引，唔通甲人乌白做呢。我知啦。啊，若无钱就爱讲哦，啊无你伫遐尼远的所在，啊母款三顿嘛照顾你袂着。母，我知影啦。母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是为着前途要台北拍拼，你莫再伤心啦。母，时间差不多啊，你先回来，我来车底等。有志啊，你著较细腻呢。我知啦，母，你先等。好啦，母，你物件互我。对啦，你都早咯，啊嘛敢若后母安尼对你对较远。母，你家己要照顾家己。知啦，较细腻咯，有志啊，较细腻的吼。有志也要出外安尼也好啦。啊，久久啊，回来一摆啊吼，因爸仔囝的感情嘛较亲，啊较袂活下吼，安尼为着因两个安尼活要烦死哦。安尼讲嘛是有影啦，啊像我吼，就只想讲要叫泰泉吼去困厝外面，看到嘛较袂晓烦。我太重的是安怎啦？安怎是无啦？啊就不是吼，计唔甲下讲话啦，啊讲也讲袂听，我足生气的啦。啊，但恁太泉啊吼，伊是上少情的人啦，伊总是袂甲阿霞无好一世人啦。阿好势，啊无吼，你出面哦，甲泰泉啊读较疏疏的，看会听你的话袂？啊，讲我已经是讲过啊啦，呀，因两个干哦，拢拍死甲割掉了啊啦。若要透吼，就爱看看透才有法度啦。安尼啦，我去啊，你顶甲太泉啊讲叫伊来阮兜，我要请伊。安尼好哦。哎，阿富师啊！哎，来，遐坐。啊，你是嫁后生还是娶细姨啊？我专工叫我来互你请。无啦，啊，我都自从安尼喙齿失灵了后，呀，饭菜滋味拢试袂出来啦。我是讲啊，你咸酸苦正拢总有试过啊啦，啊，招你来摸淡散嘛，看会当甲知影讲即个人生的滋味无？哎呦，意思真深哦，老郑甲你甲消遣着。芳哦，老总破西就是老总破西，老翁老功夫原在，踮你厝门口口尔，就闻到你厝内菜的香味啊，嘴软强要流出来啊啦。我食饭啊啦。你拄啊闻到的香味哦，就是即个老师傅的师仔的手路啦。阿富师，你今仔日找我来遮是啥物意思？无啦，迄是阿霞讲要感谢你甲有志啊斗相共啦。免啦，免感谢啦。